厨房里烟雾弥漫，这是每天清晨5点，李君和和卤味的约会。空气中透着些许甜甜的焦糖味，卤得透亮的鸭翅、鸭爪，靠特殊风味打出了名声。焦糖这一部分最早是出现在烘焙这一部分，它是属于比较西式的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导入我们中式这一部分。父亲拿香草焦糖做面包，李君和拿来尝试卤味，比例很重要。除了香草焦糖酱，还有冰糖、红糖、琉球黑糖块，综合之后温润掉中药材的苦味。精华的还有这锅30年老卤汁，就像养茶壶一样，烀得小心翼翼，卤味得有顺序。一锅一锅，我们俗称叫灌煮法。内脏类用完的时候，我们会卤豆干。我们卤完豆干之后，我们那些高汤，卤汁我们全部就倒掉。就怕坏了老卤，食材本身也绝对不能出差错。我们的肉质都是外销出口的一些品质，就对，都是 GAS 的电载的，而且它的品质有经过国家的一个认证，消费者使用起来会比较安全。如今已经打出口碑，李君和不以此自满。非客家子弟的他，积极钻研客家风味，酸菜大厂还获选客家等路大街的特色商品，开拓新客源。我们有稍微炒过一下，所以它是微辣，还有微酸，还有微甜，吃起来就有点像初恋的感觉。因为口耳相传，焦糖卤味颇有卤香传千里的骄傲。网络订购宅配单总是厚厚一叠，我们就会全力在宅配。我刚天发送了，呛电一下。顺便教大家，天发用嘞，电话响了，所以头刚刚说，请等一下，呛电一行。从父亲50年面包店转型，李君和的积极让平凡的卤味有不平凡的口味。天发用嘞，呛电一行。天发用嘞，呛电一行。